最近香港有個幾開心嘅 update，就係 Google Gemini 終於可以直接用啦，唔使 VPN，一開就用，真係方便咗好多啊！但咧，我第一個反應其實唔係話正喎咁簡單啦，反而係會唔會用得太多，個腦咧就懶咗咧？其實而家咧有幾個幾新嘅詞語都覺得幾有意思嘅，例如認知卸載啦，即係咧你將自己本身應該要諗嘅嘢咧就交咗俾 AI。一開始咧覺得好方便，但慢慢咧就變成認知拐杖，就開始依賴。再耐啲就變成認知債務，即係你個腦咧就冇以前咁 sharp 啦。唔係亂講嘅 ，MIT 有個研究發現，用 AI 寫作嘅人咧，大腦個連結係弱咗55%，仲有83% 嘅人咧，連自己啱啱寫過嘅內容都記唔到，因為其實咧佢哋係冇自己真正諗過。而且咧，另一個 Anthropic 即係做 Clock 嗰間公司嘅研究都見到咧，好多學生咧其實係直接問 AI 拎答案嘅喎。表面上好似學緊嘢，但中間嗰段嘅思考過程其實係冇發生過嘅。不過咧，我又唔覺得真係好驚嘅。個重點係咧，我哋要點教小朋友去用。咁你當然可以用 AI 去逃避個思考，去 skip 咗佢。但你都可以咧，利用 AI 去幫你諗得更深入、更清晰。分別咧唔係嗰個工具，而係用嗰個人啊。所以如果你都有小朋友，或者你自己都用緊 AI 咧，你可以開始諗下啦。我哋係用緊 AI 幫自己變得更叻啊，定係慢慢唔再諗嘢咧？